秋天悄悄話，你感覺到了嗎？春山夏長，秋收冬藏。秋天係大自然嘅轉折點，亦都係身體由動轉為靜嘅關鍵期嚟㗎。唔少人呢都開始出現喉嚨乾啦、咳咳唔舒服啦、皮膚痕癢啦，同埋好容易疲勞嘅抽燥症狀㗎。點樣順應呢個季節變化呢？幫身體平穩過渡。咁記住一個原則：燥質潤之，滋陰養肺。秋季養生兩大重點就係潤燥同埋儲能量啦。推薦兩款幫你嘅好果本。咁第一款呢就係 Farmers GV 納米果汁，內含4種超級水果，如沙棘、刺梨、枸杞和木別果，含豐富嘅維生素 C 同抗氧化成分㗎，可以咧幫皮膚同埋喉嚨咧保持翻水潤，唔使咁乾燥啦，可以對抗乾燥同埋環境壓力㗎。就好似身體注入天然果汁護盾咁樣，簡單一杯，隨時補充元氣。但係Farmers嘅蟲草水萃於至珍貴嘅冬蟲夏草培植株群 CS4， 傳統中醫認為佢能夠補肺腎益氣，正好應對秋天容易攰啊、氣管敏感嘅問題㗎。咁適合成日捱夜啦、身體透支嘅現代人，幫你悄悄儲存能量，迎接冬天㗎。